大家好，我係5A 班嘅曾紀宇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關於中華文化嘅圖書，叫做《我的第一本漢字故事》。幾千年前，人類嘅祖先會喺龜甲或者獸骨上面刻字，後來演變成金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隸書同埋楷書。而漢字故事裏面有介紹文字嘅演變，你哋睇下，好似呢個木字咁樣，最早嘅時期甲骨文就好似一棵大樹咁樣，上半部就好似樹葉同埋樹枝，下半部就好似樹根，所以古代用木嗰陣時就即係植物嘅統稱，而家嘅意思就即係樹木同埋木材。除咗介紹字嘅演變，佢入面仲有講關於字組成嘅成語，例如木字就有草木皆兵，背後都有好有趣嘅歷史同埋語言㗎。一路睇故事，一路學成語，又可以了解多啲關於漢字嘅文化。希望大家鍾意呢本書啦，多謝。